传送专辑点击读诵国语版。破音字漏读，字音请自行对照文字档更正。美国。棱加阿拔多罗宝经卷叶佛语心品之二是明中性义。大会其理或乱不妄想，诸圣心意亦是过习气，自性法转变性，是名为如。是故说如离心。我说此句显示理想，即说离一切想。大会白佛言：世尊，或乱谓有为无。佛告大会：如幻无记的相，若或乱有记的相者，记的性不可灭，缘起应如外道。说因缘生法。大会白佛言：世尊，若或乱如幻者，复当与或作因。佛告大会：非幻或因，不起过故。大会幻不起过，无有妄想。大会幻者从他名处生，非自妄想过习气处生，是故不起过。大会此事于夫亲或辟的，非圣贤也，而时世尊与众宣此义，而说偈言：圣不见或乱，中间亦无实，中间若真，有相生者是义，非幻无有相似，见一切法如幻。大会白佛言：世尊，为种种幻相继的，言一切法如幻；为义相继的，若种种幻相继的，言一切性如幻者，世尊，有性不如幻者，所以者何？为色种种相非因。世尊，是故无种种幻相继的
相似，性如幻。佛告大会，非种种幻相继的相似，一切法如幻。大会然不识一切法，速灭如电，是则如幻。大会譬如电光刹那请现，现已即灭，非于复现。如是一切性，自妄想自共相，观察无性，非现色相继的，而实是尊与众宣此义，而说偈言：非幻无有譬，说法性如幻，不识速如电是，故说如幻。大会复白佛言：如是尊所说，一切性无生，即如幻。将无是尊前后所说自相违耶？说无生性如幻。佛告大会：非我说无生性如幻，前后相违过，所以者何？为生无生，觉自心见量，有非有，外性非性，无生现。大会非我前后说相违过，然坏外道因生，故我说一切性无生。大会外道失去，欲令有无有生，非自妄想种种计的缘。大会我非有无有生，是故我以无生说而说。大会说性者，为摄受生死故，坏无间断间故，为我弟子摄受种种业，受生出故，以性生说摄受生死。大会说幻性自性相，为离性自性相故，堕于诸恶见相忘，不知自心现量，坏因所作生，缘自性相继的。说幻梦自性
将一切法不令于诸恶见忘记的大会，如实处见一切法者，为其自心现量，而实世尊与众宣此义，而说偈言：无生作非性，有性摄生死，观察如幻等于。当说明具行身相，善观明具行身菩萨摩诃萨，随入意具行身，其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觉已。觉一切众生大会明身者，为若依是立名，是名明身，具身者，为具有一身，自性决定究竟，是名具身。行身者，为显示明具，是名行身。行身即自也。又行身者，为长短高下。又具身者，为净机。得具身名，大会说无色四因，故说明自相现，故说行，是名明具行身。说明具行身相分歧，应当修学，尔时世尊与众宣此义，而说偈言：当以离一意具不具见相，我所通义。问无智者，彼其答言：此非正问，为色等，常无常，为义不义，如是灭诸行，相所相，求那所求那，道所道，见所见，尘即为尘，修与修者，如是彼展转相，如是等问，而言佛说无譬使论，非彼知人之所能知。为闻会不具故，如来应供等正觉，令彼离恐不具故，说言无譬，不为譬
会外道作，如是说，为命其是身，如是等无记论。大会比诸外道于师，于因作无记论，非我所说。大会我所说者，离色所摄，妄想不生，云何止彼？大会若摄所摄记的者，不知自心现量，故止彼。大会如来应供等正觉，以四种记论为众生说法。大会指记论者，我实说，未根未熟，不未熟者，复次大会一切法理所作因缘不生，无作者故，一切法不生。大会何故一切性离自性，以自觉观时，自共性相不可得，故说一切法不生。何故一切法不可持来，不可持去？以自共相，欲持来无所来，欲持去无所去。是故一切法离持来去。大会何故一切诸法不灭，为性自性相无故，一切法不可得，故一切法不灭。大会何故会何故一切法常，为相起无生性，无常常，故说一切法常。尔时世尊与众宣此义，而说记言。记论有四种，一项即诘问，分别即指论，以是诸外道有，即非有生僧体，舍施一切悉无，即比如是显示正觉所分别自性不可得以离于言说，故说离自性。尔时大会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诸须
须陀洹去，差别空相。若菩萨摩诃萨善解须陀洹去差别空相，即斯佛含阿那含阿罗汉方便相分别之意，如是为众生说法，为二无我相，即二障尽，度诸恶相，究竟通达，得诸如来不思议究竟境界，如众色摩尼，善能饶益一切众生，以一切法境界无尽身材，摄养一切佛告大会，谛听谛唯然听受。佛告大会，有三种须陀洹，须陀洹果差别，云何谓三？谓下中上，下者即皆有生，中者三无有生而般灭，上者即彼生而般灭。此三种有三劫，下中上。云何三劫为身见？一戒取是三劫差别，上生尽，得阿罗汉。大会身见有二种，为去生其妄想，如缘起妄想、自性妄想，譬如一缘起自性，种种妄想自性即的生，以彼非有非无，非有无，无实妄想相互，于夫妄想，种种妄想自性相继的，如热食盐，陆可水想，是须陀洹妄想身见，彼以人无我，摄受无性，断除久远无知辟的大会，去生者须陀洹身见，自他身等，四因无色相互，色生造其所造故，辗转相
因相故，大众即色不及故。须陀洹观有无品见，身见则断。如是身见断，贪则不生。一相者，未得法善见相故，即先二种身见妄想断故，以法不生，不于处体大师见，未尽不尽，是名一相。须陀洹断，大会戒取者云何？须陀洹不取戒，为善见受生处苦相故，是故不取。大会取者为渔夫决定受其苦行，为众乐，具故求受生，彼则不取。除回向自觉圣，离妄想，无漏法相行方便，受持戒师，是名须陀洹。取戒相断，须陀洹断三劫，贪痴不生。若须陀洹作是念，此诸劫我不成就者，应有二过：堕身见，及诸劫不断。大会白佛言：世尊，世尊说众多贪欲，彼何者贪断？佛告大会：爱乐女人，缠绵贪着种种方便，身口恶业，受现在乐，众未来苦，彼则不生。所以者何？得三昧正受乐故。是故彼断，非去涅贪断。大会云何思佛檀香，为顿照色相妄想，生相见相不生，善见禅去相故，顿来此事，尽苦尽得灭。是故名思陀檀。大会云何阿那含，为过
来现在色相性非性，生见过患是妄想不生故，即结断故，名阿那含。大会阿罗汉者，为诸禅三昧解脱利名。烦恼苦妄想非性故，名阿罗汉。大会白佛言：世尊，世尊说三种阿罗汉，此说何等阿罗汉？世尊，为得寂静依成道，为菩萨摩诃萨方便示现阿罗汉，为佛化化。佛告大会：得寂静依成道声闻，非愚者行菩萨行，即佛化化，巧方便本愿故，于大众中示现受生，为庄严佛眷属故。大会于妄想处种种说法，为得果，得禅者入禅，心远离故，是现得自心现良，得果相。说明得果，复次大会，欲超禅无量无色界者，当离自心现良相。大会受想正受超自心现良者，不然。何以故？有心良故，尔时世尊与众宣此义，而说偈言：诸禅寺无量无色三摩提，一切受想灭心良比，无有须佛那果往来及不还及与阿罗汉斯等心，或乱禅者禅，其缘断之是真谛，死则妄想良若觉得解脱。复次大会有二种觉，为观察觉，其妄想相摄受气的天理觉。大会观察觉者，为若觉性自性相，选择离四趣不可得，是名观察觉。为离一意去不去，有无
会此次距离是明一切法大会此次去观察一切法，应当修学。大会云何妄想相摄受气的建立觉，为妄想相摄受气的先知暖动不实妄想相四大众宗因想譬喻气的不实建立而建立，是名妄想相摄受气的建立觉，是名二种觉相。若菩萨摩诃萨成就此二觉相，人法无我相究竟，善知方便无所有觉，观察行地得出地入百三昧，得差别三昧，见百佛及百菩萨，知前后继各百劫事，光照百沙土，知上上的香，大愿殊胜神力自在，法云灌顶，当得如来自觉地，善气心识无尽趣，成熟众生种种变化，光明庄严，得自觉胜乐三昧正受，故复次大会菩萨摩诃萨，当善四大造色，云何菩萨善四大造色？大会菩萨摩诃萨作是学理真谛者，四大不生，于彼四大不生，作如是观察，观察彼觉明相妄想分歧，自心现分歧，外性非性，是名自心现妄想分歧，为三界观彼四大造色性离，四趣空性离我所如实相，自相分其住，无生自相成。大会彼四大众云何生造色？为今日妄想大众生
外水界，堪能妄想大众；身内外火界，飘动妄想大众；身内外风界，断结色妄想大众；身内外地界，色即虚空界，即的邪地，五阴即虚，四大造色生，大会使者因恶种种激境界故，于去相续，大会地等四大及造色等有四大缘，非彼四大缘，所以者何？为性形象，处所作方便无性，大众不生，大会性形象，处所作方便和生，非无形。是故四大造色相，外道妄想，非我。复四大会，当说诸因自性相，云何诸因自性相？为五因。云何五？为色受想行识，彼四因非色，为受想行识，大会色者，四大即造色，各个异相，大会非无色，有四数如虚空，譬如虚空，过数相，离于数，而妄想言依虚空，大会如是因，过数相，离于数，离性非性，离四句，数相者，于夫言说，所说非圣贤也。大会圣者如幻，种种色相，离异不异之色，又如梦影之夫身，离异不异故，大会生是去，同因妄想现，是名诸因自性相，汝当除灭，灭矣。
性法，断一切佛杀，诸外道见。大会说寂静时，法无我见性，即入不动地，入不动者已，无量三昧自在，即得一生身，得如幻三昧，通达究竟立名自在，就是饶益一切众生，犹如大地载育众生，菩萨摩诃萨普济众生，亦复如是。复次大会，诸外道有四种孽，云何为四？为性自性，非性孽，种种相性，非性孽，自相自性，非性觉孽，诸因自共相，相续流入断灭，是名诸外道四种孽，非我所说法。大会，我所说者，妄想识灭，名为孽。大会白佛言：世尊不见立80耶？佛言见立。大会白佛言：若见立者，云何离异事？非其实。佛告大会：彼因及彼攀缘故，其实不生。意识者，境界分断气的生，习气常养，常识意趣，我所记的思维因缘生，不坏身相，常识因攀缘，自心现境界，气的心去生，辗转相因，譬如海浪，自心现境界，风吹，若生若灭，亦如是。是故一时灭，七时亦灭，尔时世尊与众宣此义，而说偈言：我不念性所作及与相妄想，而言识此灭我，灭彼因彼攀缘，意趣等成身，与因者是心，为实
尽波浪则不起如是意，使灭种种时不生复次大会。今当说妄想自性分别空相，若妄想自性分别空相，善分别，汝即于菩萨摩诃萨离妄想，道自觉圣，外道通去善见，觉摄所摄妄想断，缘起种种相，妄想自性行，不复妄想大会。云何妄想自性分别空相？谓言说妄想，所说是妄因妄想，见妄想，成妄想，生妄想，不生妄想，相去妄想，复不复妄想，是名妄想自性分别空相。大会云何言说妄想？为种种妙音歌咏之声，美乐器的，是名言说妄想。大会云何所说是妄想？为有所说是自性正之所知，依理而生言说妄想，是名所说是妄想。大会云何相妄想？为其理所说是如露可想，种种记的而记的，为天之暖动相，一切性妄想，是名相妄想。大会云何立妄想？为乐种种金银珍宝，是名立妄想。大会云何自性妄想？为自性实此如是，不亦恶见妄想，是名自性妄想。大会云何因妄想？为若因若缘，有无分别，因相生，是名因妄想。大会云何见妄想？为有无一义，去不去恶见，外道妄想记的妄想，
是明见妄想，我想成决定论，是名成妄想。大会云何生妄想？为原有无性生气的，是名生妄想。大会云何不生妄想？为一切性本无生无众，因缘生无因身，是名不生妄想。大会云何相去妄想？为理去相去，如金缕，是名相去妄想。大会云何复不复妄想？为复因缘际的，如是复方便。若复若解，是名复不复妄想。于此妄想自性分别通相，一切于夫记的有无。大会记的缘起，而记的者种种妄想记的自性如幻视现种种之身，凡夫妄想见种种异幻。大会幻于种种，非异非不异。若异者，幻非种种因；若不异者，幻于种种无差别，而见差别，是故非异非不异。是故大会汝即于菩萨摩诃萨，如幻缘起妄想自性，亦不亦有无，莫记的。尔时世尊与众宣此义，而说偈言：心复于境界，觉想智随转，无所有其生，平等智慧生妄想自性有于缘起，则无妄想；或是受缘起非妄想，种种之分生如幻，则不成。彼相有种种妄想，则不成；彼相则是过，皆从心复生妄想，无所知于缘起妄想。此诸妄想性，即是彼缘起妄想有种种于缘起妄想。是第一义第三无因生妄想，说是第断则生境界譬如
妄想境，亦然无有妄想性，即有彼缘起建立及诽谤，悉有妄想坏，妄想若无性，而有缘起性，无性而有性，有性无性生一，因与妄想而得彼缘起相明常相随而生诸妄想，究竟不成就得度诸妄想，然后知清净是名第一义。妄想有12，缘起有6种，自觉知而言必无有差别，无法为真实自性有3种修行，分别此不越于如中相，其缘起彼名气，妄想彼诸妄想相，从彼缘起生，觉会善观察，无缘无妄想，诚以无有性，云何妄想觉理？妄想自性建立2，自性妄想种种现，清净圣境界，妄想如化色缘起，即妄想若异，妄想者其一。外道论妄想，说所想因见和生离2，妄想者如是则未成。大会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自觉圣智相，其一成。若说自觉圣智相，其一成，我即于菩萨善自觉圣智相，其一成，不由于他，通达佛法。佛告大会：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会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会：前圣所知，转相传授，妄想无性，菩萨摩诃萨独一境处，自觉观察，不由于他，离见妄想，上升进，入如来地，是名自觉圣智相。大会云何一成相？未得一成道学。我说一成，云何得一成道学？为设所设妄想，如实处不生妄想，是名一成觉。
大会一成学者，非与外道声闻缘觉，梵天王等之所能得，唯除如来，以是大会白佛言：世尊，何故说三乘，而不说一乘？佛告大会：不自般涅法，故不说一切声闻缘觉一乘，以一切声闻缘觉，如来教福，受寂静方便而得解脱，非自己力，是故不说一乘。复次大会，烦恼障业习气不断，故不说一切声闻缘觉一乘，不觉法无我，不离分断死，故说三乘。大会比诸一切体烦恼过习气断，即觉法无我，比一切体烦恼过习气断，三昧乐位的非性无漏界觉，觉已复入出世间，上上无漏界满足众趣，当得如来不思议自在法身，尔时世尊与众宣此义，而说偈言：诸天及梵乘声闻缘觉乘诸佛如来乘，我说此诸乘乃是有心转诸乘，非究竟若彼心灭尽无成即成者，无有成见力。我说为一乘，引导众生故，分别说诸乘，解脱有三种，即于法无我、烦恼智慧等解脱得远离。譬如海浮木常随波浪转生闻鱼，亦然相风所飘荡，离体烦恼灭除界无有，究竟去亦复不退还得诸三昧身，乃至劫不觉譬如昏睡人久悄然后觉，彼觉法亦然得佛无上身。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第二，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第三，颂天主三藏求那跋佛罗译一切佛语心品之三，而时世尊告大会菩萨摩诃萨言：
身份别通乡，我心当说，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大会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会：有三种一生身，云何谓三？所谓三昧乐正受一生身，觉法自性性一生身，种类具生无形作一生身。修行者了知，出地上增进香，得三种身。大会云何三昧乐正受一生身？为第三地四地五地，三昧乐正受故，种种自心寂静，安住心海，体浪实相不生，知自心现境界，性非性，是名三昧乐正受一生身。大会云何觉法自性性一生身？为第八个观察觉了如幻灯法悉无所有，身心转变，得如幻三昧，即于三昧门无量相立自在明，如妙华庄严迅疾如意，犹如幻梦水月镜像，非造非所造，如造所造，一切色种种之分，具足庄严，随入一切佛刹大众，通达自性法故，是名觉法自性性一生身。大会云何种类具生无形作一生身？所谓觉一切佛法，源自得乐香，是名种类具生无形作一生身。大会于彼三种身相观察觉了，应当修学，尔时世尊与众宣此义，而说偈言：非我成道成，非说义非自，非地非解脱非无有，境界然成
会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若男子女人行无间业，不入无得地狱。世尊，云何男子女人行无间业，不入无得地狱？佛告大会：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会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父母，即害罗汉破坏众生，恶行出佛身去。大会云何众生母，为爱更受生，贪喜趣，如缘母力，无名为父，生入处去落，断二根本，名害父母，彼诸始不现，如数独发，诸法究竟断彼，名害罗汉，云何破僧？为以相诸因和合积去，究竟断彼，名为破僧。大会不觉外自共相，自心现量，其实身以三解脱无漏恶相。男子女人行此无间者，名无间，是以名无间业。复次大会有外无间，今当演说，汝即于菩萨摩诃萨闻是已，于未来世不堕于痴。云何无间？为先所说无间，若行此者，于三解脱一不得无间等法，除此法已，于化神力现无间等，为声闻化神力，菩萨化神力，如来化神力，为于作无间罪者，除以悔过，为劝发故，神力变化现无间等，无有一相作无间事，
知识，解脱于去相续妄想，而实世尊与众宣此义，而说其言：贪爱名为母，名则为父觉心识，为佛诸使为罗汉，因其名为僧。无见次第端位是无见不入，无得遇，尔时大会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佛之知觉。世尊，何等是佛之知觉？佛断二烦恼，是名佛之知觉。声闻缘觉得此法者，亦名为佛。以是因缘故，我说一乘，而实世尊与众宣此义，而说偈言：善知二，无我二障，烦恼断永离二种，此是名佛知觉。尔时大会菩萨白佛言：世尊，何故世尊于大众中唱如是言？我是过去一切佛，及种种受生，我尔时作曼陀转轮圣王，六牙大象，及鹦鹉鸟，是其还因。善眼仙人，如是等百千声听说。佛告大会：以四等故，如来应供等正觉，于大众中唱如是言：我尔时作须留孙，须那含牟尼，迦叶佛，云何四等？为四等，余等，法等，身等，是名四等。以四种等故，如来应供等正觉，于大众中唱如是言：云何四等？若自称我为佛，彼自亦称一切诸佛，彼自性无有差别，是名四等。云何余等？为我64众梵音，言语相生，彼诸如来应供等正觉，亦如是64众梵音，
因生性、云和身等，为我与诸佛法身及色身相好，无有差别，除为调伏地彼诸去差别众生故，是现种种差别色身是名身等，云和法等，为我及彼佛得37土其分法，略说佛法无障碍智，是名四等。是故如来应供等正觉，于大众中唱如是言，尔时世尊与众宣此义，而说偈言：迦叶居留孙居那含是我以此四种等我为佛子说大会，复白佛言：如是尊所说，我从某业得罪正觉，乃是某业入般灭，于其中间，乃是不说一字，亦不以说当说，不说是佛说。大会白佛言：世尊，如来应供等正觉，何因说言？不说是佛说。佛告大会：我因二法故，作如是说。云何二法？为源自的法，其本诸法，是名二法。因此二法故，我如是说。云何源自的法？若比如来所得，我亦得知无增无减，源自的法，究竟境界，离言说妄想，离自二趣，云何本诸法？为古先生道，如今引等性，法界常住。若如来出世，若不出世，法界常住。如去彼成道，譬如是夫行旷野中，见相古成平坦正道，即随入城，受如意乐。大会于意云何？彼是夫作是道，佛
会，我习过去一切诸佛法界常住，亦复如是。是故说言，我从某业得对正觉，乃是某业入般灭，于其中间不说一字，亦不以说当说，尔时世尊与众宣此义，而说偈言：我某业成道是某业灭，于此二中间我都无所说缘自得法术，故我作是说彼佛，其与我悉无有差别。尔时大会菩萨父亲世尊，唯愿为说一切法有无有相，令我及于菩萨摩诃萨离有无有相，即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告大会：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会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会：此世间亦有二种，谓一有无，即多性非性，欲见不离相。大会云何世间亦有？谓有世间因缘生，非不有从有生，非无有生。大会彼如是说者，是说世间无因。大会云何世间亦无？谓受贪会失性矣。然后妄想记着贪会失性非性。大会若不取有性者，性相继性，故谓诸如来生闻缘觉。不取贪会失性，谓有为无。大会此中何等为坏者？若彼取贪会失性，后不复取，佛告大会：善哉，善哉！汝如是也。大会非但贪会失性，非性为坏者，于声闻缘觉及佛意
真故，无去故，非佛声闻缘觉是坏者。佛声闻缘觉自性解脱故，复与复因非性故。大会若有复者，应有复是复因故。大会如是说坏者，是名无所有相。大会因是故，我说领取人见如须弥山，不起无所有，增上慢空见。大会无所有，增上慢者，是名为坏。堕自共相见妄，不知自心见良，见外性，无常刹那辗转坏，因界路相续，留住变灭，离文字相妄想，是名坏者。尔时世尊与众宣此义，而说偈言：有无是二边，乃至心境界性，处彼境界平等，心寂灭无取，境界性灭非无所有，有是悉如贤圣，境界无众而有生，生已而复灭，因缘有非有，不住我教法，非外道，非佛，非我，亦非于因缘所集体云何而得无？随其因缘有而复说言，无邪见论，生法妄想，既有无若失，无所生亦复，无所灭观，此悉空寂有无二趣，离尔时大会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为我提出菩萨说中通相，若善分别中通相者，我提出菩萨通达是相，通是相异，速成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随觉相，即众魔外道。佛告大会：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会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会：一切声闻缘觉菩萨，为缘自得圣信香，
虚妄觉相，降伏一切外道众魔，源自觉趣光明挥发，是名中通相。云何说通相？为说九部种种教法，离异不异有无等相，以巧方便随顺众生，如应说法，令得度脱，是名说通相。大会汝及于菩萨，应当修学，尔时世尊与众宣此义，而说偈言：宗其说通相源自与教法，若见善分别不随诸学想，非有真实性，如渔夫妄想云何起欲想，非性未解脱，观察诸有为生灭等相续，增长于二见，颠倒无所知，一是为真谛，无罪未灭，观察有贪会失，而时无有人从爱生诸因有皆如幻梦，尔时大会菩萨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不实妄想相，不实妄想云何而生？说何等法？名不实妄想。于何等法中不实妄想？佛告大会：善哉，善哉！能问如来如是之意，多所饶益，多所安乐，哀悯世间一切天人，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会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会：种种义，种种不实妄想气的妄想生，大会设所设计的不知自心现量，其作有无见，增长外道见，妄想习气，记的外种种义，心数妄想记的我所生。大会白佛言：世尊，若种
想记的妄想生设所设计的不知自心现量，即作有无见增长外道见，妄想习气记的外种种意，心数妄想我所记的生世尊，若如是外种种异相，多有无相，离性非性，离见相，世尊第一义如何故一处妄想不实意，种种性记的妄想生非记的第一义处相，妄想生将无世尊说邪因论邪，说一生一不生，佛告大会，非妄想一生一不生，所以者何？谓有无妄想不生，故外现性非性，觉自心现量妄想不生。大会，我说于夫自心种种妄想相故，是业在前，种种妄想性想记的生，云何于夫得离我所记的见，离作所作因缘过觉自妄想心量，身心转变，究竟明解一切谛，如来自觉境界，离无法自性世见妄想，以是因缘故，我说妄想从种种不实意记的生，知如实意，得解脱悉种种妄想，而实世尊与众宣此意，而说偈言：诸因及语缘，从此生世间妄想着四趣，不知我所通世间非有生意，复非无生不从有无生意，非有无诸因及语缘，云何于妄想非有意非无意，复非有无如是观世间心转得无我一切性不生以从缘生故，一切缘所作非自有是，不自生是有二，是
知心良，我说谓心良，良者自性处原性，二去离性究竟妙境。我说名为良知，设是地我，彼则无实是。诸因之设无，是亦复然有。四种平等相，其因性生第三，无我等第四。修者妄想，习气转有种，众心生境界，于外现世俗心良外现，而非有心见彼种种建立于身材。我说谓心良离，一切诸见其理想所想，无得亦无生。我说谓心良，非性非性性非性悉理为彼心。解脱我说谓心良如与空寂灭即法界种种一生身。我说谓心良二，十大会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世尊所说，菩萨摩诃萨当善语意，云何谓菩萨善语意？云何谓语？云何谓意？佛告众思念之，当为汝说。大会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会：云何谓语？谓言自妄想和合，一咽口唇舌，齿颊腹，因彼我言说，妄想习气气的生，是名为语。为离一切妄想相，言说相，是名为义。大会菩萨摩诃萨于如是义，独一定处，闻思修慧，源自觉了，相灭成，习气身转变已，自觉境界，观得中间，胜尽异相，是名菩萨摩诃萨善意。复次大会善语意菩萨摩诃萨，观语意，非义非不义，观义语亦复如是。若语义者，则不因语变异，而以语
会不生不灭，自性灭，三成一成，心自性等。如原言说义记的堕见立及诽谤见义见立义妄想，如幻种种妄想现，譬如种种幻，凡于众生作意妄想，非圣贤也，尔时世尊与众宣此义，而说其言，彼言即妄想，建立于诸法，以彼建立故此堕迷，离中因中无有我因，非其是我，不如彼妄想，亦复非无我，一切悉有性，如凡于妄想，若如彼所见，一切应见地，一切法无性，尽会悉无有，不实如彼见，亦非无所有。复次大会是实相，今当说，若善分别是实相者，汝其诸菩萨，则能通达事实之相，即成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大会彼是有三种，为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是云何世间事？为一切外道凡夫，记得有无？云何出世间事？为一切声闻缘觉，作自共相，忘记的。云何出世间上上事？为诸佛菩萨观无所有法，见不生不灭，离有无品，入如来地，人法无我，源自得生。大会彼生灭者是实，不生不灭者是事。复次堕相无相，即堕有无种种相因是实，超有无相是事。复次长养相是实，非常养相是事。复次有三种事，谓之生灭、知自共相、知不生不灭、
是境界种种爱相事时，复次三世和生，方便相事时，无事方便自性相事时，复次得相事时，不得相事时，自得生事境界，不出不入故，如水中月。尔时世尊与众宣此义，而说偈言：采集业未时，不采集未至，观察一切法通达，无所有载得，自在力是则，名为恢复境界，为心觉想生，为是无所有，即圣慧则从事生，心意及与时，远离思维想得无，思想法佛子非，声闻寂静生信，忍如来清净事，生于善圣意所，行悉远离我有，三种智圣开发，真实于理想思，唯悉摄受诸性，二乘不相应，是离诸所有，记得于自性，从诸声闻声，超度诸心良如来是清净复次大会，外道有九种转变论，外道转变现生，所谓行处转变、相转变、因转变、成转变、见转变、性转变、缘分名转变、所作分明转变、事转变、大会是名九种转变现，一切外道因是其有无，生转变论云何行处转变，为行处异变，譬如心变作诸器物，则有种种行处显现，非心性变，一切性变，亦复如是。或有外道作如是妄想，乃是转变妄想，彼非如非亦妄想故，如是一切性转变，当知如乳酪酒果等熟，外道转变妄想，彼亦无有转变，若有若无，自心现，外
性非性大会，如是凡于众生自妄想修习生大会，无有法若生若灭，如见幻梦色声，尔时世尊与众宣此义，而说偈言：行处时转变四大众诸根中因，见四生妄想非明是最胜于缘起非如彼妄想然，世间缘起如前，他佛成尔时大会，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一切法相续义，解脱义。若善分别一切法相续不相续相，我习诸菩萨善解一切相续小方便，不堕如所说义记的相续，善于一切诸法相续不相续相，其理言说文字妄想觉，游行一切诸佛刹土，无量大众力自在神通，总持之印，种种变化，光明照耀觉慧，善入时无尽去，无方便行，犹如日月摩尼四大于一切地，离自妄想相见，见一切法如幻梦等，入佛的身，于一切众生界，随其所应而为说法，而引导之，悉令安住。一切诸法如幻梦等，离有无品，即生灭妄想，一言说义，其身转胜。佛告大会：善哉，善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会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会：无量一切诸法，如所说义，记得相续。所谓相继的相续，听
性非性气的相续，生不生妄想气的相续，灭不灭妄想气的相续，成非成妄想气的相续，有为无为妄想气的相续，地得自相妄想气的相续，自妄想无变妄想气的相续，有无品外道一妄想气的相续，三乘一乘无变妄想气的相续，复次大会此其于凡于众生自妄想相续，以此相续故，凡于妄想如禅作品，以妄想思自禅他，有无相续相继的，复次大会彼中亦无相续，其不相续相见一切法寂静，妄想不生故，菩萨摩诃萨见一切法寂静，复次大会觉外性非性，自心现量，有无一切性无相见相续寂静故，于一切法无相续不相续相，复次大会彼中无有若复若解，于作不如实觉之，有复有解，所以者何？谓于一切法有无有，无众生可得故。复次大会于夫有三相续，为贪会痴，其爱未来，有喜爱去，以此相续，故有去相续，彼相续者续无去。大会相续断者，无有相续不相续相，复次大会三合缘，作方便气的实相续无变生，方便气的则有相续，三合缘时断，见三解脱，一
切相续不生，而时世尊与众宣此义，而说戏言不真实妄想，是说相续相若之，而自传于夫妄想复相续，不观察大会复白佛言，如世尊所说，以彼妄想，妄想彼性，非有彼自性，但妄想自性耳。大会白佛言：世尊，若但妄想自性，非性自性相待者，非为世尊如是说烦恼清净，无性过耶？一切法妄想自性，非性故。佛告大会：如是，如是，如所说。大会非如于夫性自性妄想真实，此妄想自性非有性自性相然。大会如圣是有性自性，圣知圣见圣慧眼，如是性自性知。大会白佛言：若是如圣，以圣知圣见圣慧眼，非天眼，非肉眼，性自性，如是知，非如于夫妄想。世尊，亦非颠倒，非不颠倒，所以者何？为不觉生是性自性故，不见离有无相故。世尊，圣亦不如是见，如是妄想，不以自相境界，为境界故。世尊，彼亦性自性，因无因故，为堕性相见故。亦境界，非如彼等，如是无穷过。世尊，不觉性自性相故。世尊，亦非妄想自性，因性自性相。比云亦。世尊，不相似因，妄想自
何故遮众生有无限？是自性寂的圣是所行境界寂的作有见。说空法非性，而说圣是自性是。佛告大会：非我说空法非性，亦不作有见。说圣是自性是，然为令众生离恐怖惧故，众生无始以来即的性自性相，圣是自性即的相见。说空法大会，我不说性自性相。大会，但我著自得如实空法，离惑乱相见，离自心见性非性见，得三解脱，如实印，所印于性自性，得源自觉观察住，离有无事见相。复次大会，一切法不生者，菩萨摩诃萨不应立是宗，所以者何？为宗一切性非性故，即彼因生相故。说一切法不生宗，彼宗则坏；彼宗一切法不生，彼宗坏者，以宗有待而生故。又彼宗不生，入一切法故，不坏相不生故，立一切法不生宗者，彼说则坏。大会，有无不生宗？彼宗入一切性，有无相不可得？大会，若使彼宗不生，一切性不生而立宗，如是彼宗坏，以有无性相不生故，不应立宗。五分论多过故，辗转因义相故，即未作故，不应立宗分。为一切法不生，如是一切法空，如是一切法无自性，不应立宗。大会，
限相故，其见觉过故。当说一切法，如幻梦性，除谓于夫离恐怖去故。大会于夫若有无见，莫令彼恐怖远离摩诃言。尔时世尊与众宣此义，而说偈曰：无自性，无说，无事，无相续。彼于夫妄想如此施恶觉一切法，不生非彼外道，宗是尽无所生性缘所成就一切法，不生会者不作想彼。宗因生故，觉者悉除灭譬如一目视望见垂发相继的性，亦然于夫邪妄想施设于三有无有是自性施设是自性思维起妄想，超出远离诸妄想，非水相受思，从可爱生于夫。如是或圣见则，不然圣人见清净三佛三昧，生远离于生死有情无所谓，修行无所有义，无性非性性，非性平等，从是生胜果云何性，非性云何为平等，为彼见。尔时大会菩萨白佛言：世尊，得是施设量，建立施设所设受非性，设受亦非性，以无设故，是则不生，为施设名耳。云何世尊？为不觉性自相共相，亦不异故，是不得耶？异故，是不得耶？为山岩石地，地水火风障故，是不得耶？为其远及近故，是不得耶？为老小盲明，诸根不去故，是不得耶？世尊，若不觉自共相亦不异，是不得者，不应说是，应说无是，以有事不可得故。若复众自共相性，自性相引
必固是不得者，彼亦无是，非是是，是尊。有耳言不是声，非